你的制服我穿起来还行哎，没有太小就好了。哎，只是裤子短了一点。没事啦，可以穿就好。来，趁热吃吧。你家早餐都吃这么丰富哦？对啊，我们家平常都吃这个。你快吃吧，天气很冷。不行，这么没东西，不行，拍起来。我开动了，快吃吧。怎么样？很好吃哎。多吃一点。真的很好吃哎。你以后喜欢吃什么，我就煮给你。你说的。那这个耳机想送给你，这不是你很喜欢的吗？不要啦。你戴戴看呐。真的假的啦？你会戴吗？你插错边了啦，不是那边，我帮你戴。而且这个耳机要先放到脖子上，这样子，然后白色的部分在右边，有插进去吗？多吃一点。谢谢。